宋仲基破死咒，太陽結局好溫暖啊！陪住劇埋2個月嘅《太陽的後裔》終於大結局啦！前晚第15集講大英同時震出任務中槍，仲因為爆炸而傳死訊，即時喊死唔少 fans。直到尾段，無煙去咗時震陣亡嘅地方悼念，突然之間，이쁜이는 뒤를 돌아봅니다. 오버. 時震復活啦，無煙見到梗係攬到實啦。咁大英有冇事啊？梗係冇事啦，仲翻咗烏魯克見明珠添啊！點解時震同大英會冇事啊？原來喺爆炸之前，佢哋俾人捉咗入防空洞，仲韞咗超過150日。好彩之前仲基救過嘅北韓軍人安正俊救走佢哋咋。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時震同大英翻韓國之後各自有喜訊。大英同明珠呢一 pair 終於被司令官尹吉俊肯定，明珠仲喺軍人飯堂主動出擊，公開同大英嘴嘴。時震同無煙翻到韓國都一樣溫馨噶，先去釣魚，再去 camping， 之後仲飛翻去沉船灣，2個人喺星空下向對方講我愛你，兼用緊嘴嘴啊 ，sweet 到咧！雖然大結局冇出現結婚場面，但比起時震會死呢個 sad ending，fans 應該收貨啦。查實宋仲基拍太陽嗰陣都幾辛苦噶，喺第14至第15集入面，宋仲基右手包住嘅石膏係堅嘢嚟嘅。上年11月底，仲基為咗趕拍打戲，右手同右腳部分十字韌帶破裂，本來要唞8個禮拜，但為咗唔影響拍攝進度，唞咗2星期就忍痛繼續開工啦。咁有專業道德，抵咁多人咁愛你嘅。